1983年3月2日，中华航空头一班机飞纽约，伫咧港内地机场大楼路口，会当清楚看到中华航空蓝色的看板，大楼内底冒庆祝首航的酒会。那么今天首航纽约了，等于环球航程航线的第一步。对，我们有这个机会替国人服务，能够台北直接飞到纽约来的时候，感觉很高兴。拍通纽约航线，唔那做好美东侨胞，同时嘛，互台美的关系变更加密。1997年3月2日，西藏宗教头人达赖喇嘛14岁来台湾做宗教活动，到小港机场了后，达赖双手合掌，甲来迎接信徒致敬。伫咧记者会中，达赖嘛宣扬伊的信念。Therefore, wherever I go, I always try to promote basic human value. That is human affection, human sense of caring, and also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. 另外，伊嘛特别我过向媒体朋友甲因加持，互大家看到伊亲切的态度。